老款酷路则升级雷克萨斯横屏。银川老铁驱车600公里，只想把自己的酷路泽改头换面。外观老铁还是喜欢老款，那我们只好从内饰下手。首先把内饰升级成新款，搭配上雷克萨斯横屏，接着再从内饰的配色下手，把原来米色的内饰全部拆掉，换成雷克萨斯酒红加黑色。首先把座椅拆下。想要改色漂亮，工作台必须拆下来包覆。拆完工作台，再拆大顶。拆空内饰后，对内饰进行清洗。清洗完内饰，做上全车隔音。隔音做完，接着恢复内饰。冷雨悄悄停吧，天真的心因為你，那管多風雨天，仍和